赐婚？哎呦，我当时下去一次来就知道六侧夫人您前途不可限量。六侧夫人啊，六少主的侧夫人。哎，对，六少主。哎呀，你赶紧上轿给我使使力。哎，你搞错了，没搞错。哎呀，我也很惊讶，你怎么没跟我学啊？进家。新祝拜宗祠。侧夫人，侧夫人，给侧夫人请安。我吗？起来说话吧。是。我想问问，我为什么会被指给六少主啊？新川主是不喜欢这个儿子吗？小人听说是六少主亲自求娶您的。啊？大选告终，鹤川参选女子如何支配，故已有打算，但是还剩下一个，你二人可愿为姑解忧啊？父亲，儿子还小，还不着急成家啊，对，九哥还小，我大呀，我能娶好几个呢，父亲。好，那就将季川李威给你如何？季川那个，不是那个，他还是算了吧，那不成体统啊，那个。主上也知道，季川那女子，给了谁都是亏了，不然就给。六少主到。参见主上。季川参选女子只此一人，若是落选，有失志豪。儿子年近弱冠，也到了该娶妻的年纪，可否将季川李氏许配给儿子？既如此，就将李威许给征儿吧。不过你放心，他只会是你的侧室，日后姑再为你另选一门好亲事。少主啊，哎呀，又该喝杏汤啦！来，哎呀，您怎么又把之前的杏汤给倒了呀？这是暖胃的。这东西喝了这么多年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贵在坚持，这喝总比不喝强。快，少主拿着，哎，听话。真让人心疼。您都病成这样了，还强撑着去请赐婚。我去不去，这门婚事都是我的，倒不如自己趁了那么个意。主上从来就不关心您，小人一想到这些就难受。这回头主上要是忘了给您赐一个好正室夫人，那就亏大了。您说季川这个侧室能帮上您什么忙啊？罢了，况且我也从没有想过利用七族做些什么。不愧是少主，竟有如此心胸。而且您好谋略呀，演了一出病重还不忘为主上分忧解难的大戏，这番同情分您拿满了的。你快去找太医吧，不然真成临终前的非要见长了。快去！呀！我这就去。侧夫人，虽然呢外界传言六少主不得志，但是小人都打听过了，这个府上不怎么打骂下人的，算是个好去处了。侧夫人别担心，不打骂下人，就算好去处。哎呀，知道你消息灵通，但你也少说点吧。张太医，哎呦，这边请，少主快不行了，你们几个麻利点啊！快！哎，你们别跟了。哎，这个水够不够热呀？啊，快！哎
哎呀，老苏，吴少主，老苏，哎，老刘怎么样啊？太医怎么说呀？太医说比预想中的还要差呀。你说刘少主命太苦了，自小就病弱，现在越发的不济了呀。这怎么办？你说啊，本来就只剩下半个月，你说他也是到处乱跑什么呀？只剩半个月了。赶紧让我去看。对，你快去！哎，手脚都麻利着点啊！你们是不是知道六少主快不行了，只剩半个月了啊？哎，侧夫人别乱说。对呀，这种话要是被别人听到了，会被杀头的。在宫中，主上和少主的身体状况是绝对不允许议论的。是啊，虽然人人都知道六少主有问题，可是除了贴身侍候的人，是没人可以乱说的。侧夫人千万不要再说这些害人的言语了。对呀。我懂了，怪不得别人都不要我，就六少主指定了要选我，原来是为了冲喜啊！主子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这事儿不能外传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这次怎么能这么严重呢？啊！来，我来。谢太医啊！哎，这边请。哎，我看啊，这书考就剩下半个月了，你就别参加了。哎呀，这次书考是父亲亲自评的，我不能缺席。放心吧，我死不了。还死不了呢？你看你都病成什么样子了？你连婚礼都下旨从简了啊，就让心腹去拜了宗祠。你说你这样还……是不是洞房都够呛了？我要休息了。啊，好，睡吧。你可以，没事，我陪陪你。坐啊，我陪陪，我不碍事，我陪陪你。加上出殡日，满打满算还有1个月，我就要荣归故里了。爹娘，吾夫将死，陌上花开，勿可速速归矣。切记备下酒菜，火瓢牛肉，万不可少。可怜你英年早逝，老天保佑，让六少主来世康健福寿，长命百岁。剩下的日子，我会好好照顾他，陪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。这六少主长什么样子，还没见过呢，怎么一股子药味儿啊？芥川李威，见过刘少主。怎么这么多血？不会死了吧？刘少主，刘少主，刘少主！别喊了。原来他就是刘少主，完了！何必紧张？你我又不是第一次见。既然是本院试毒的，那这碗野生熏汤你帮我尝一尝。怎么？我知错了。
行了，侧夫人，不吓唬你了，起来吧。因为我出事不久，还不了解家中境况如何。家里3代务农，只有爹爹考中，但官太小，登不了济川宫。说点我不知道的。不知道。我弟弟很会做饭，也很爱我娘亲。我还有个弟弟叫李沧，他总是跟我吵架。识字吗？礼仪规矩、四书六艺、针织女工都不太会，唯独佳肴品鉴上颇有心得，能看懂点菜单子。喜欢吃。但是我弟弟每天就不学无术，我平常管他，你有没有什么不喜欢的？抄书。我做错了事情，娘亲总罚我抄书，我写字不好看。这厨房偷吃不算打过，但规矩不能破，还是要罚的。罚什么？抄书。就罚你抄本院的点菜单子100遍。知道了。祖父去世时也是这样，明明都吐血了，还要藏着掖着，就怕我们看了担心。也是个善良的可怜人呢。你这么看我做甚？刘少主，你放心，剩下的日子我一定会好好对您的。在这个新婚之夜，其他宫院也都沉浸在安静祥和的气氛之中。救命啊！杀人啦！救命！杀人了呀！陆少主，大人郡主现在就想见您，这没法子呀。他说想见我就想见我，我还不想见他的我。川主有令，为了2川和平，你要舍身取义，杀身成仁。我不杀生，我不成人，救命啊！放我下去！这干什么去啊？给我解开呀！你们这帮……走开我！干什么呀？上官江，我警告你啊！我父亲不让我娶我心爱之人，非让我娶你，那咱们2个身上就背负着2川的同盟，而且我是新川少主，你不能对我动武，听到没有？杀人干！我叫上官静。啊，你那字念静啊。算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本少主的夫人，出嫁从夫。打今儿个起，你要对我尊重一点啊！你要干什么呀？如果真的要做我的夫婿，必须要举起我这杆枪；如若不行，2相罢手。你肯定是做手脚吧？我就不上套。可以啊，那我们换其他的比。比就比，我还能怕你啊？我说开始就开始啊！开始！我还行，我还行，看到没有？我还行，哎，我还行，我还可以，看到没有？哎，与此同时，在嫡长主温馨的府邸内，
宣传好事，给夫人敬茶。你既然入了府，就是我家的人了。以后，你就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一样吧。谢夫人抬爱。这么少？少主，你手怎么了？没事。哦，是他连敬茶都不太会，所以才溢出来烫到自己手了，不碍事儿。少主，喝茶。妾看这茶色浓郁，香味醇厚，莫不是代传的茶？听闻代传的茶天下闻名，妾还从未尝过呢。但他是个直肠子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不会藏着掖着。妾知道，丈夫娶新人，女子心里多少都会不高兴，夫人也是不容易。我就知道你善解人意，也不枉我费尽心思把你从老五那边抢回来。但是你今后跟了我，只能做我的妾室。你可有不甘啊？才不会，妾知道自己心里喜欢的是谁。我当然喜欢我自己啊！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哪个女的甘心做小？还以为是真爱啊？我与各位夫人、侧夫人都是见过的。内务厅派我和其他几位嬷嬷来做教习，你们就唤我一声杨嬷嬷吧。杨嬷嬷好。坐吧。在内院书堂，我与内务厅会根据德、容、言、功4项考评诸位，若考评不佳，不仅要受罚，还会连累夫君。届时，夫君被判个治家不严，想来你们在府中的日子，可六少主身子已经这么差了，
我不能给他添麻烦。所以，还请诸位谨守本分，勤勉治学。大家把书翻开。喂，来送书了。今天学的是《九川山河志》。天下共分9川，70年前各川混战，新川的元丰上主横空出世，称霸天下，自此定下9川百年合盟。新川占地、人口皆为9川之最，地大物博，繁荣昌盛，也有着悠久的文化传承。下学了。季川李威，你上课打盹不思进取，课后我会上报内务厅，扣你50文月钱。今日内院书堂表现如何？对不起，扣钱了。罢了，本来也没指望你表现有多好。吃饭吧。与少主同桌用膳，须得等少主先下筷子。少主不动筷，就只能陪着等，明白了吗？近日少主身体不适，告诉刘宝全，这些犹大的荤腥最近就不要上了。啊？桌上菜品需等少主夹过，尔等才能下筷子。用餐时，每道菜只能夹3次。我吃饱了，慢用。
吃好了。这药凉了就不好喝了。这药热的也不好喝吧？这都没剩几日了，还这么用功啊？正是因为没剩几日，才更要好好读书。不愧是你，少主放心，等你去了之后，我会时常给你烧些书的。倒也不必烧书给我，都记下了。背下来，带下去。少主博闻强记，令人佩服。您让我抄的100遍菜谱，我都抄好了。您这府里的菜谱还真是丰盛，不过你的身子不好，都吃不了。但别灰心，就算剩下的日子不多了，也要吃好每一顿饭，过好每个时辰。我俩现在也不算什么夫妻，住在你府里，怪不好意思的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帮你实现。我的愿望你实现不了，回去吧，我要看书了。我说一个试试嘛。我希望你离开。我去问别人就好了。爹娘，吾夫死期将至，吾可速速归矣。家中置藕粉，切记加槐花少许，待吾归同时。麻烦你帮我将家书寄出。是。哎，侧夫人，眼下少主身体抱恙，不能来您房中。可是你也得趁这段时间赶紧想办法跟少主建立感情啊，不然到时候他真要把您忘了，可怎么办啊？可别这么说啊！他要是到那边还对我念念不忘的话，生都瘆得慌。现在我能做的只有实现他一些小小的愿望。少主，最近侧夫人有点古怪呀，她总是四处打听您的喜好。您说她问9少主也就罢了，还去询问11少主。若是有什么别的目的，咱得仔细点啊。这外川选出的女子就属她简单，能有什么目的？不过母亲确实不希望阿仔与我院里人来往，这一点我提醒他。但是11少主与您是异母同胞，说不定何夫人希望你们亲厚呢。其实侧夫人一个济川的乡野女子，她一个人在宫里确实是不容易。小人认为，她专门为您布置的这些鲜花，就是想哄您高兴嘛。你确定这是哄我？侧夫人是真的古怪。少主回来啦！侧夫人。少主可还喜欢这些花？因为实在没人知道少主喜欢什么，我就随便送了一些传统的。不过菊花独立疏离，去也无穷，倒是很衬您曲高和寡的气质。说的有道理呀。李伟，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你了？还是你觉得嫁到我府上是委屈了？我就想让您高兴，但您好像不太高兴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喜欢吗？少主英明神武，要把少主的样子刻在每个人的心里。哎呀，这个画的真像啊！侧夫人能不能送我一幅啊？没问题。哎呀，这别说这画还可以啊。可不是嘛！等回头侧夫人送我了，我能挂在我的房间吗？你看他挂哪儿了？
以后大家一看到这幅画，就能记起少主的音容笑貌。音容笑貌，这什么用词嘛？好像也不太喜欢。没关系，我还有一个礼物。不要！你的心意我收下了，但礼就不必了。苍天呀，玉萍，这。好久没见少主这么开心了。问了小阿仔才知道，少主以前还养过狗呢。还有11少主不知道的呢。嫡长主对狗毛过敏，就命人把狗送走了。少主在殿前跪求了1日，连主上的面都没见着。一想到这事儿啊，少主给他取个名字吧。你放心，他不会被人给抱走了。我力气可大了，可以保护好他。苏慎说的话，听听就行。叫什么名字？那就叫百福吧，李百福。好土的名字，而且为什么要跟我姓啊？你带回的孩子，我就不跟你争了。李百福，李百福。少主，无论是黄菊还是百合，都寓意着安稳长久的爱意。还希望您能明白我们侧夫人的心。她特地跑去内务府，费尽心思求来了百福，为的就是让您高兴。她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心里却很喜欢您呢。上官景之简直不是个人呐！传夫人还几次传唤我，让我对她好点。可是我一过去呢，她就弄断我一个胳膊。我再靠近她，我肯定我断子绝孙的我。你这种的都什么玩意儿啊？看着怪瘆人的，像是给我送走似的。你怎么了？这李薇最近很是关心我，这又是督促我吃药啊，又是送我东西。你说他这什么意思呀？你说你是什么人呢你呀？你要是想炫耀你娘子对你好，娘子喜欢你，你不用在我面前炫耀吧？哦，我还不够惨吗我？走了。他喜欢我。宝佳姐姐，听玉展说，少主夫人对你不太好。只不过就总是叫我过去跪着。在家时，我大娘也经常让我跪着，没事的。而且尹松是我的东家，东家对我好，日子总会好过的。你呢？你怎么样？我还行，就是总想着能够对他好一些，到时候能把人体体面面的送走。送走？送哪儿去？没事儿，等10日之后你就知道了，到时候我就能回家了。你能回家吗？能啊，一定能。也不知道弟弟和娘亲收到我的书信没。六少主让你寄书信回家。
新传规定，侧夫人是不可以寄家书的。还有这种规定？我都不知道。那陆少主还真是个好人。你看，少主，您看看吧，这就是侧夫人的家书。你没和他说这些信寄不出去吗？还寄出去呢啊！这里边的内容啊，不堪入目，可以说令人发指。我给您念念啊，来，爹娘，吾夫将死，陌上花开，吾可速速归矣。来，这还有一封。爹娘，吾夫死期将至，吾可速速归矣。这什么呀？这都是，啊，也不知怎的，他就以为书考那日是您的死期，他就是掐着手指头等着您归西呀！他好当寡妇，拿着蓄养金回济川逍遥去的。陆少主，你放心，剩下的日子我一定会好好对您的。等你去了之后，我会时常给你烧些书的。以后大家一看到这幅画，就能记起少主的音容笑貌。